花式艺农，今年有24个节气，台湾国乐团甲剧团联手合作，结合着音乐、戏剧、彩画、特效甲游戏互动，把24个节气的变化表现出来。精彩的亲子的音乐剧，咱做伙来看。 气势十足音乐加上彩绘视觉设计，四季变化，听会到，嘛看会到。我也是最喜欢夏天一起玩游戏了。你一句我一句，原来无同的季节，嘛当有对话。下雨了。讲落雨也阁真正落雨啊！白色的纸片亲像咧落雨一直滴落来，浪漫阁趣味。演员嘛来到蛋卡，甲观众互动，有人拍扑啊，有人传球，现场真热闹。 24节气换成很可爱的造型，对，那是希望小朋友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认识说，哦，春天为什么是春天？它是这样，哦，原来是紫色是很可爱的女孩。在《春神来了》这游戏设计当中呢，又建构出它的延伸的一个音乐的主题，所以就以此类推下去，四季都有它自己的主题。台湾国乐团甲剧团跨界合作，结合传统甲现代，为大小朋友带来全新的体验。